又到了我们上课的时间喽。对呀、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喽。嗯，我们好像剩下最后一页还没有念哈，对，好像教完了吧？教完了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从头复习一下。阿公，请问你洗澡还是抹盖？門嗌後生乜街，你想請阿公識起無？唔係啦，先生講要洗澡脫水，到時將有熱氣。所以將大家調查不下你洗澡還是抹蓋？哦，原來係咁樣，嗌後生盤放亂爆。我哋阿媽學是乜解？阿媽學是抬跳板。阿母真正係愛嘅想過呢，有個臭臭。阿母，咁你哋阿爸後生乜街無？阿爸學是保爾，尤其係向盤盤嘅豬肉包。哈哈，冇錯，識爆兒幫頭呢，一定好識。阿咪，請問你還是抹蓋？大做無限其他，洗面包嘅牛呢，形容又豐沛。阿姐，你還是抹蓋？我學是漢堡老歌劇。大家好世界東西，全部強咗。阿哥，你有冇冇愛學是乜解？唔是妹妹的，你還是同兒。阿母，湯係冷答，做唔得準配色。我哋阿媽，你唔好睇，阿哥請菜個。阿咪，請叫無識到你做嘅彩跳板咧。聽講你拜六，慳慳地打一通彩跳板色。阿媽，我老你睇書。落來。好，我們的課程上完，但是我們的動畫都還沒有看過哈。對，好，來，我們先看一下動畫。阿公，請問你是還有，等一下，澡還是抹蓋？我先把這邊弄好來。每次都跑很慢。對呀，後生乜街，你想請阿公識起無？唔係啦，先生講要洗澡脫水，到時將有熱氣。所以將大家調查不下你洗澡還是抹蓋？哦，原來係咁樣，嗌後生盤放亂爆。我哋阿媽學是乜解？阿媽學是抬跳板。阿母真正係愛嘅想過呢，有個臭臭。阿母，咁你哋阿爸後生乜街無？阿爸學是保爾，尤其係向盤盤嘅豬肉包。哈哈，冇錯，識爆兒幫頭呢，一定好識。阿咪，請問你還是抹蓋？大做無限其他，洗面包嘅牛呢，
形容要防聽。这你好是乜噶？我好是恐怖嘅歌曲。大家好是个东西，全部強咗。阿哥，你有冇問我好是乜嘅？唔是乜咪的，你好是痛兒。阿父，通係練習，做唔得算判啫。我哋阿媽，你唔好聽。阿哥請出大哥。阿咪，請叫模式到呢做嘅彩跳班咧。聽講你拜六，慳慳來打一場彩跳班啫。阿媽，我老你睇書。落嚟，还好今天看完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些生词需要再复习吗？好啊，诶，他声音怎么牛呢？跳呢？刺繡。抱。勾結。開。套。麵包。我好識盤防亂爆。来，雨杰，我们第一课应该都很熟了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换第二课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来上第二课了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會停手冷衫，我會停手冷衫，我會幫忙晾衣服。阿媽，我真係咧。阿媽，我轉來了，還可以講成阿媽，我轉來了。阿媽，我真係咧。好，來，請你念一遍。阿媽，我轉來咧。來，阿父，今日嘅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嘅戲用為按我做。阿母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
个迄让我按学做。阿母，今日的学校有怪么？啊，妹爱，你个迄让我按学做。它这个阿妹爱是一个语助词。来，现在请你念一遍。阿母今日到學校有怪麼？有怪麼？有怪麼？阿妹愛應該去用會按學做。阿妹愛你個迄你個讓我你個迄讓我按學做。用會按學做。我們再聽一遍哦。阿母，今日的學校有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個迄讓我按學做。好，來，請你再念一遍。阿母今日到學校有怪麼？有怪麼？阿妹愛應該係用會按學做。按學做。阿母今日到學校有怪麼？阿妹愛你個迄讓我按學做。來，阿母今日到學校有怪麼？有怪麼？阿妹愛你個迄用會按學做。好，再來。愛妹唔地，愛妹唔地，好來。愛妹唔地，好，愛妹唔地。好，先來咯。阿媽的話都比較多哈。姐姐將迄個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基礎表。姐姐將迄個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基礎表。姐姐將迄個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基礎表。好，來換你了。姐姐老嘿老，也可以。嘿老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，該水做表。皮草表。對，皮草表。皮草表。對對。好，來，我們再聽一遍這一句哦。姐姐將迄個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基礎表。好，來，請你念一遍。姐姐老物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皮草表。洗衫間。皮草。好，再來這一句，阿媽接着又講咯。等一下，阿媽把那個迄說清來。等一下，阿媽把那個迄說清來。等一下，阿媽留那個迄說清來。
等一下，阿妈赶个嘿，说枪了。好，来，请你念一遍。等一下，阿妈老，阿妈老，阿妈老你改，嘿，阿妈老，你解嘿，说枪来，说，说枪来，哎，对，射枪了。说枪来。对，再一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妈老你改嘿，阿妈老，你解嘿，射枪了。说枪来。哎，对。好，接着来。阿妈是梦，爱为是个说。阿妈是梦，爱为吃咖喱。阿妈老力，爱为吃咖喱。阿妈是梦，爱为是个说。好，来，请你来。阿媽食夢，愛為切咖食。阿爸，你都该做乜嘢？阿爸，你都该做乜该？阿爸，你都该做乜嘢？好，来，请你来。阿爸，你都該做乜嘢？好，让什么？爸爸都很简单的回答哈。唉，让什么？让什么？讓什麼？好，来。阿爸，我老你睇書。阿爸，我留你聽書。阿爸，我甲你聽書。阿爸，我老你睇書。好，来。阿爸，愛讓你聽書。好，我先把几个我们刚才念的比较不顺的，先做个笔记。哦，第二句好難哦。第二句，第二句是什麼？阿夫啊，来，我们先慢慢一段一段念。阿夫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来，阿母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要怪麼？哈，要怪麼？哎，阿妹愛，来这一句先。阿妹愛，阿妹愛，你個係讓我按學做，你解開係嘿，用對係用會按學做。對。好，阿母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母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係讓我按學做，阿妹愛，你解係用會按學做。哎，現在就念得很好啦。好，我們整段的話，我們來念一遍。阿母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係讓我按學做，來。阿母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解係用會按學做。哎，很棒哎！来，那个我先把笔记弄好，然后给你看一下。好，那个水我们会 phi， 廢嘿 phi 廢錯，廢錯。还有鞋子嘿係补嘿，有係就是布鞋。
圆筒嘿，润通嘿，我先把它标音起来给你看。好，哎，我们上回好像没有加到赖哈。赖，对，我们的赖好像没有加进去。对，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先可以看到我的镜头哈。可以，好，来，我用这个黑色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吗？有点模糊。有点模糊哈。嗯，好，可以。哦，这边然后下面一点，下面一点，哎，应该往上。对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可以哈，就是这几个。来，say 三件， 寫三件， say 三件，寫三件，嘿，嘿，比错，肥錯，刷，刷，就是刷啊，刷枪来，刷槍來，刷干净，刷枪来。刷槍來。对，这样子写你会不会看得比较容易念？會，可以哈。對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我们把第一页跟第二页念一遍哈。妈，来转了嘞。好，来，请你念一下。阿媽，我轉來咧。阿母，今日的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嘅戲有冇按我做？好，来，你念，慢慢念就好，不用太快。阿母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嘅戲有冇按我做？阿母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戲有冇按我做？你是诱拐嘛，就是那个海陆的音啊。来，你再听一遍哦，慢慢来，慢慢的阿学。母，今日的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嘅戲有冇按我做？好，来，阿母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怪，要怪麼？来，阿妹愛，你嘅戲有冇按我做？哎，进步哦。来没的。好，来，我咪唔知。一隻將戲嘅抹脱下來，摕去洗三件嘅紙草表。日老海，嘿老抹拖下來，摕去洗三件老肥介肥錯病，肥錯病。哎，对对。好，再来这边。第一下，阿媽將你嘅戲出槍來。好，来，第二下，
阿媽撈呢個係實槍來，哎，这边来實，嘿，實槍來。对。等一下，阿妈撈呢個係實槍來。等一下，嘿，来，我们等一开头等一下，阿等一媽下，撈呢個係實槍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媽撈呢個係實槍來，那个老，撈嘿，对，等一下，阿媽撈呢個係實槍來。等一下，阿媽撈呢個係實槍來。对，好，请你再念一遍。等一下，阿媽撈呢個係實槍來。哎，对，可以。阿媽，是夢，來為是角色。来，阿媽食夢，我會切咖色。阿爸，你都該做乜嘅？阿爸，你都該做乜嘅？浪什麼？浪什麼？浪，浪什麼？对，浪什哈，浪什麼？浪什麼？阿爸，我留你睇書。阿爸，老你睇書。哎，对我们这个念这个就像在朗读课文，不需要太紧张，好，慢慢念就好。好，再来。哇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啊，你睇三強啊，本愛好冇？好啊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來，好啊，你睇三強啊，嘿，睇三強啊，本愛好麼？好來，我先把它記起來，貼哈。好，阿爸三強二本呢？好，阿爸三強啊，本意。好，阿爸三強二本呢？好來，請你念。以前好啊，好，阿爸三強啊，本呢？好，可以哈。然後剛才不小心關到靜音了。哦，但是有聽到我的聲音哈。對，好，我們再回去我們的課程裡面。尋夢，尋夢，羅拉，什尋麼？夢，好來，什請你。麼？好，哇，足夠得讓俺都辛苦。哇，足夠得讓俺都辛苦。哇，足夠得讓俺都辛苦。好來，請你念一遍。哇，足夠得讓俺都辛苦。哎，好，然後這幾句有沒有什麼比較不會的？沒有什麼不會，就是發音比較難。發音比較難。對，好，我是用國語拼音給你，會比較好念嗎？會。三強啊，哈，
然后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三强了哈，还有足够哈。足够。还有浪哈，浪散库的浪哈。好，来，这样子可以看到吗？对，可以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再来这边，可以了哈。可以。好，你有没有抄起来？有些来不及抄。来不及抄，来不及抄没关系。然后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去看一下，我们再从第一页开始看哦。好。阿妈，我转來咧。阿媽，我轉來咧。好，来，请你念一遍。阿媽，我轉來咧。阿母，今晡日就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個戲用為安學做？阿母，今晡日就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個戲用為安學做？来，阿母，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戲用為安學做？阿妹爱，阿妹愛。哎，对，阿妹爱就是你现在平常在讲的那个海陆腔，对对。好，来这一句我们再来一阿遍。母，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個戲用為安學做？好，来，阿母，今晡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戲用為安學做？哎，这一句不错哦。我未唔地，我未唔地。来，我未唔知。家家將戲個襪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家家將戲個襪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来，家家老戲老麥拖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等一下，阿媽將你個戲說唱來。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戲說腔來。好，来，请你。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戲說唱來。阿媽，是夢，我會是個寫。阿媽，是夢，我會是個寫。好，来，阿媽，是夢，我會切假寫。阿爸，你到該做乜嘢？阿爸，你到該做乜嘢？来，阿爸，
你都该做嘛该？让什么？让什么？好了，让什么？阿爸，我老你听书。阿爸，我老你听书。好，请你来。阿爸，我老你听书。好啊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啊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，请你念。好啊，你睇三強啊本愛好麼？本愛。本愛。好啊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啊，你睇三強啊本愛好麼？好，阿爸三強二本愛。好，阿爸三強二本愛。來。好，阿爸三強啊本愛。尋夢。尋夢。哇，足夠得讓俺多辛苦。哇，足夠得讓俺多辛苦。好，來。哇，足夠得讓俺多辛苦。嘿，不錯。好來，我們先來看一下生詞。碰身上，碰身上。碰身上，好，來，請你念一遍。碰身上。好。倉庫，倉庫。倉庫，來。倉庫。鴿子，鴿子。鴿子，好，來，請你念一遍。鴿子。哎，鴿子，然後你們可以念鴿兒，哈。鴿兒。哎，鴿兒，鴿子。來。鴿兒，鴿子。對，兩個都可以。貓，貓，貓兒，貓，貓兒，貓，好來。貓，貓兒。對。OK。圈，圈。圈，來。圈。好。運動衫，運動衫。運動衫，來，請你念。運動衫。好。嘿，嘿。嘿。好，這個哦，進步多了。買，買。買，來。買。好。好，這一個就還不用，我們再回來電子書。我們再把它念熟一點哦。阿媽，我喺陣啊咧。
阿妈，我整了嘞，来，阿媽我進來咧，阿母，今日的學校要怪麼？啊，妹愛，你個係用為安學做？阿母，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係讓我按學做，來，阿母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阿妹阿妹愛，愛，嘿，阿妹愛，你個係用為安學做？我妹唔啲，我妹唔地，來，我妹唔知。好，一日將係個襪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一家老黑個襪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一家老黑老襪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來，一家老係老麥拖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來，等一下，阿媽趕個係說槍來。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黑說槍來。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係說槍來。阿媽啊，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黑說槍來。等一下，阿媽老你個係說槍來。阿媽是夢，該為是個說。阿媽是夢，我會去假設。來，阿媽是夢，我會去假設。阿爸，你都該做乜該？阿爸，你都該做該。阿爸，你都該做乜該？讓什麼？讓什麼？讓什麼？阿爸，我老你聽書。阿爸，我老你聽書。阿爸，我老你聽書。好啊，你睇三強二本愛好麼？好啊，你睇三強啊，本愛好麼？好啊，你睇三強啊，本愛好麼？好，阿爸三強二本呢？好，阿爸三強啊，本呢？好，阿爸三強啊，本呢？什麼？什麼？什麼？嗯，什麼？哇，足夠的讓俺多辛苦。哇，這個店讓俺多辛苦。哇，這個店讓俺多辛苦。好，現在我再回到前面，我念一遍我自己的音給你聽，好不好？好。來，阿媽，我整了咧。阿母，今日到學校要怪麼？阿妹愛，你個係讓我按學做，我咪唔知。一家個係今日脱下來，摕去洗衫間嘅肥草邊。等一下，阿媽講你個係說槍來。阿媽落力，我會去假設。阿爸，你都講做乜嘅？
人什么？阿爸，我甲你听受。好啊，你摕三件饭菜好无？好，阿爸三件饭你落力。哇，这个灯人按到上去，差别很大哈、对，就是我们饶平的最多种那个腔调，它会稍微上下音不太同。但是学饶品真的很好，可以学到很多。我们常听的话就可以听出来，尤其在我们的课文里面就有3种音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学饶品真的，你能够选择饶品来学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而且你也是进步很多，你的那个按照这样子在念，你的那个海陆音都减少了。好，来那个就是刚才那些，你要不要再看一遍？可以做个笔记。好，好，来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先前面的有写起来吗？有，前面的有写哈，有，就是后面这几个没有写哈。对，好，来，老师上面一点我看。下，这样子。好，好，对，这个镜头不太好拿。老师那个可以再清楚一点吗？好，哎，好像跑掉了。对，好，老师可以下一个了。下一个我看看，第一个那个，第一个哈，推。老师过来一点，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这个有没有？下面这个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啊！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